大人请。好。快，见过大人。知府大人。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是妈妈说的，说您是知府大人，让我好好伺候您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果然是个厨啊！啊，走吧，好好伺候。不错。知府大人，那个妈妈跟我说啊，您今天遇到刺客了，让我给您倒几杯酒压压惊。好。谁呀？这吃了豹子胆了，敢行刺您啊？就几个无名小卒，不足为惧。哦，那抓住了吗？可惜啊，让他们跑掉了。哎，不提那些事儿了。今天晚上，你可得好好的陪我找找乐子。是啊，今天晚上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尽情的喝酒。好。不过这酒怎么跟我往常喝的不大一样啊？嗨，这个酒是我专门为了让大人您压惊准备的酒啊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香，就和美人身上的味道一样香。哎，大人，咱俩玩骰子吧。好，来。我先来。好，你先来。您输了，大人，您输了。来，满上。您输啊，这杯酒您得全喝了。好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这个小妖精。再来。小子，来呀，玩呀！找你。输了的话呢，你还得再喝一杯。这每次为什么都是我输啊？可能我今天运气好吧。来，大人喝。让我休息一下。哎，再喝点吧。休息。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跟我玩骰子，从小到大明珠谷就没人玩得过我，跟我玩，哼。